今仔是24节气的鸡日，是困冻的动物要醒起来咯，所以照理来讲哦，天气就要开始小热咯。也毋过明仔载开始哦，又搁有大陆冷气团要落南，拜四暗时到拜五的透早会上冷，中部以北甲宜兰哦，只有12到14度。佮因为水气真高，拜五进前哦，拢搁湿搁冷，就亲像是寒冷的天气。网友分享测试对台中大肚山向外海翕的天顶，真侪条雷亚光云隔空扑来，长度按算有500公里以上。将气象局长陈明典也直接讲真特别。2019年台中港也捌出现过，这是冷暖空气之间的风速增差，造成顶面暖空气起起落落，搁细冷冻。伫暖空气的上升区产生分开，又搁随小气。中和作用之下，产生接近平行的雷亚光云。通常是在对流比较强的时候，一般讲是说在暖季的，也不算是很罕见的，但是拉得很长，比较完整啊，倒是一年可能只能看到2、3次。拜四大陆冷气团报道，上冷的时间点会伫初六暗时到初7透早，中部以北含宜兰是降到12到14度左右，南部含花东是伫14到16度之间。金门马祖是降到10度，甚至搁较低。伫水气方面，因为锋面通过，各地发生雷雨的几率降低。不过，华南分河区的水气又搁一波一波刷入来，一直到拜五，中部以北甲东半部也是到落雨。在6号到7号，我们还是预期各地的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的，尤其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，降雨的时间比较长，感受天气也比较阴霾一点点。到了礼拜6到礼拜天的清晨，华南雨区比较减少了，开始比较偏向于迎风面的降雨，北部跟东半部还是容易下雨的。整体来讲，初5到初7是湿湿冷冷，初8开始，剩北部甲东半部感受也是较凉。初9的日时，搁后来到日本海迄卡岛，台湾开始透温暖的偏东风，时到着明显回暖的感受。不过天气一时温暖一时冷，气象署预估13又计有一波冷空气影响，不过敢会到冷气团的顶级，搁爱观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